中东势山城大片梯田果园当中有不少咖啡树，树种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的阿拉比卡。台湾中部的话，它的那种感觉比较像巴西的那种气候，所以种起来的话是跟巴西会比较相像。一般说到台湾咖啡，多半想到云林古坑或鱼池，其实东势早在日治时期就种了咖啡树。老年龄层的咖啡的话，它会很顺，前面你会喝起来像喝高山茶那种感觉。整颗熟透全红才能采收的咖啡豆，甜度可以达到22度，比水果还要甜。东势咖啡跟水果树种在一起，回甘度和果香味更加明显，让原本对咖啡过敏、几乎不喝咖啡的太太陈怡君，也因此爱上咖啡的世界。那其实台湾咖啡在地的来说，比较好的优劣性就是我们不会有过多的东西残留在你身上。东势咖啡一年只产50公斤，要拿12公斤去比赛，农民几经考量只能放弃。陈怡君2008年成立产销班，协助咖啡的推广。不懂就从做中学，父亲还特地为他改良了咖啡烘焙机。这台机器和拍啥无共用？这机器和别人不一样。那之前我们说要给它统一跟某共用，那也某共用哪里不一样？原本是从黏密机改良的烘焙机，硬质橡胶改软质，才不会伤到咖啡豆。之后商场的炒豆机也是自制。我们自己的咖啡跟进口咖啡可以慢慢的有一个味道上的进步。以客家话很香董蓉来命名，陈怡君希望那股回香的云韵有更多人能品尝。东势的果农种咖啡原本是为了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，而现在慢慢做出了品质，正努力为东势咖啡开创市场。亚吉希同年嘅冇共用，那也冇共用。亚吉希同年嘅冇共用，那也冇共用。